日用天糧，丙年復活期第3週星期2。宗徒大事錄第7章51至8章1節。那時，斯德望對民眾、長老和經師說：執亞和心已未受割損的人啊，你們時常反抗聖神，你們的祖先怎樣，你們也怎樣。哪一位先知你們的祖先沒有迫害過？他們殺害了那些預言義人來臨的人，現在你們都成了那義人的出賣者和兇手。你們這些人接受了藉天使所傳報的法律，卻不遵守。他們一聽這些話，怒從心起，向他咬牙切齒。斯德望卻充滿了聖神，注目向天，看見天主的光榮，並看見耶穌站在天主右邊，遂說道：看，我見天開了，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。他們都大聲亂嚷，掩着自己的耳朵，一致向他撲去，把他拉出城外，用石頭砸死了。證人脫下自己的衣服，放在名叫掃祿的青年人腳前。當他們用石頭砸斯德望的時候，他祈求說：主耶穌，接我的靈魂去吧。遂屈膝跪下，大聲呼喊說：主，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。說了這話，就死了。掃祿也贊同殺死他。答唱詠，聖詠第31篇3至4節、6至8節、17節、21節。上主，我將我的靈魂交託於你的手中。上主，你是我避難的磐石，獲救的城堡。因為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城堡，為你的名，求你引導我，指教我。我將我的靈魂託於你的掌握。上主，忠實的天主，你必拯救我。上主，我對你全心信賴，我要因你的慈愛而喜樂歡唱。求以你的慈容光照你僕，求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。你將他們掩護在你儀容的影下，免遭世人的重創。若望福音第6章30至35節。那時候，群眾問耶穌說：那麼你行什麼神蹟給我們看，好叫我們信服你呢？你要行什麼事呢？我們的祖先在曠野裏吃過瑪納，正如經上所記載的，他從天上賜給了他們食物吃。於是耶穌向他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並不是梅瑟賜給了你們那從天上來的食糧，而是我父現今賜給你們從天上來的真正的食糧。因為天主的食糧是那由天降下，並賜給世界生命的。他們便說：主，你就把這樣的食糧常常賜給我們吧。耶穌回答說：我就是生命的食糧，到我這裏來的永不會飢餓，誰信我的總不會渴。